人60後退休生活阿喵啊，我又去旅行啦！今次係邊度嘅呢？我就係跟香港老年學會就去深圳同埋係順德呢，係參觀5間院舍同埋佢哋嘅醫院。而家呢，我哋就嚟到第一站，就係香港復康會頤養院。好，而家我哋嘅團隊呢就要行啦。好，我哋跟住去啦，行啦！我今次咧就唔係帶大家去大灣區度吃喝玩樂，而係去參觀佢哋嘅住宿環境。部分地方仲歡迎年青人入住啊！因為我參加咗老年學會主辦嘅香港賽馬會院舍主任關愛領袖培訓計劃。成個計劃咧就為期3年，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嘅。呢個計劃目的咧就係加強香港院舍主管嘅管理技巧同埋領導能力。由於我喺退休前咧就係一間機構負責安老院舍管理嘅工作，所以咧就俾佢哋呢個計劃邀請擔任為專業顧問，喺課堂上面嘅工作坊咧協助小組推行，而有為期6個月入去院舍同佢哋提供專業嘅意見同埋培訓。為咗令參加呢個計劃嘅院舍主管同埋專業顧問認識大灣區院舍嘅服務咧，香港老年學會咧就喺舊年底安排咗一次為期2日嘅參觀，包括第1日去深圳鹽田區嘅深圳復康會頤康院，同埋寶安區嘅深業頤居。第2日咧就去順德市參訪咗善祺家園、和泰安養中心同埋和幼醫院。大家有冇聽過由社會福利署推出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呢？呢個計劃咧就係為正在輪候資助護理安老院宿位、有意喺內地養老嘅長者，提供多一個資助服務嘅選擇。今日咧就係2月20號，就啱啱收到消息咧，就係現時喺大灣區參加咗呢個計劃嘅院舍已經增加到15間啦。我哋今次去參觀4間嘅院舍，其中有3間咧都有參加呢一個計劃嘅。喺呢個計劃之下咧，長者入住就無需要再支付係院舍嘅食宿費用啦、護理服務同埋個人照顧同埋一啲基本嘅醫療費用，但係咧就需要自付一啲消耗品，例如尿片、傷口敷料。而家咧就俾我為大家介紹下呢3間參加咗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院舍，俾大家咧對佢哋有更多嘅認識。我哋第1間要參訪嘅咧就係位於深圳鹽田區嘅深圳復康會頤康院，由香港復康會管理，位於深圳市鹽田區梧桐山上面，佔地面積咧有28,000平方米。提供321個宿位，全部都係安老護理嘅，係就會喺3樓。呢個係買位房，係買位嘅。亦即係其他嘅院舍咧，任你揀單人、雙人，咁你俾錢啫嘛。但係我哋嘅院舍以今日嚟講咧，入住率咧係90%，所以相對嚟講咧冇幾多床位去揀㗎啦。咁如果呢啲所謂嘅高度護理啊，咁我哋就係呢啲就社會福利署買位4人房㗎啦。咁你會見到有衣櫃啦，有獨立嘅洗手間啦，咁4個人1間房啦。如果以我哋今日嚟講咧，210幾個香港嘅長者平均年紀咧都係超過90歲㗎啦，喺我哋嘅院舍住。咁我哋嘅院舍咧就係差唔多80%咧係全護理以上嘅級別啦。咁而家社會福利署買位咧，從今年嘅2024年1月1號開始，喺11間嘅院舍當中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叫做護養院舍。咁我哋就第1間社會福利署揀嘅護養。咁所以以今日嚟講咧，有44位係屬於社會福利署係護養嗰一級。咁對於我哋嚟講，跨境嚟講個護養嚟講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見到嘅係插喉啦。係啊，嚟緊咧就會有啲係長期聞氧氣嘅啦，或者係有造口嘅啦咁。但係現時當中咧，如果係有一啲嚟講咧係洗頭咧，我哋而家咧就未接嘅。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嗰個水屬於醫療用水係好難過境。所以我哋以今日嚟講，有2位嘅住院醫生，有16位嘅註冊護士係做得到嘅。但係最主要嚟講，個6千幾蚊嘅水係啦，咁就變咗個家人係一個負擔。所以院舍有康復治療室，長者咧可以喺呢度做運動，亦有物理治療師提供復康同埋針灸服務。佢哋呢一度嘅康復治療室咧，較我哋香港任何一間院舍都要大啊，而且設備都好齊全啊。
佢哋亦有社工為長者提供唔同類型嘅活動，例如協助長者製作人生回憶錄、手工藝班、書法班、自費下午茶嘅活動、外出購物活動，亦可以約老友記攻打四方城。院舍亦有好多個空間俾由香港過嚟嘅親友同長者一齊聚會。院舍除咗提供早、中、晚餐之外呢，亦可以額外自費點餐。如果要去院舍嘅呢，可以坐深圳地鐵8號線。院舍呢亦有定點車往返鹽田路地鐵站。